各位今日新闻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时代力量智库执行长李兆立。这疫情期间呢，其实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执政首长们有各式各样的记者会跟发言。那我相信大家也跟我一样，从一开始呢，对于这些的政治攻防有很多的关注，到慢慢的也开始觉得厌倦，希望看到更多的实际做法。那这其实呢，也是许多政治人物呢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就是面对一个重大的事件的时候，比起呢更多的这个政治的攻防，以及这个说的再多，还不如其实用实际的做法才能更获得民众的支持。我们看到呢，这个过去的1个多月来，疫情之中，台北市长柯文哲其实在前半场获得了很高的声势，无论是他提到的超前部署，或是他各式各样的这个措施以及预判，那让其他县市也有一个仿效的这个作为，其实都让他获得了很高的声量。但是呢，近半个月来，大家也发现说他的声量开始出现一个逆转，负面的声量多过于正面的声量。但是为什么呢？其实关键就在于6月2号之后，我们看到疫苗开始陆陆续续的传入进口到位，以及正式的施打。那台北市因为出现了许多乱象，所以也让这个台北市长面临了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就觉得奇怪了，因为台北市长其实他是具有医疗的这个专业，那柯文哲也在夸声说他有这个超前部署部分。那到底疫苗出了什么问题呢？在我来看，其实至少有4大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其实台北市是有一个计划的，但很可惜的是，实际施打的时候并没有照着做。在6月2号的时候，台北市已经公布了一个所谓的疫苗扩大施打快打计划，那很完整的包含39个诊所的这个预约的合作，或者是呢增加这个大型的接种站，或者是呢我们这个机动的这个施打站。那其实每个看起来都非常有道理，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在开打之后的许多乱象却不是如此。譬如我们看到许多诊所像是好心肝，或者是核心，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后面的几个诊所的问题呢，发现其实在合约这个诊所的合作上面，并没有好好的真的落实，所以才出现说这个名单事实上并不符合我们优先施打的这个对象的这种种的状况。那以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一开始施打的时候，好几天来一直出现了那个大量的大排长龙的群聚，以及呢我们长辈在烈日之下曝晒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乱象。那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透过刚刚他自己计划里面所提到的，譬如说他曾经有宣布要把台北的大巨蛋变成是一个大型的接种站，那其实就可以免去很多大排长龙或者是这个曝晒的问题。结果呢，台北市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征用也启动我们这个台北的小巨蛋，反而是我们看到在高雄小巨蛋呢开设了一个大型接种站，而收获好评。那我们就觉得说，其实台北市政府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并没有落实自己的计划，以至于呢后面看到了乱象不断。那第二个呢，缺点就是说，除了在这个计划没有落实的情况下，又设置了错误的 KPI， 导致我们的这个第一线的施打人员变得更加的慌乱。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们的这个规划并不好，所以呢，台北市呢的卫生局当然是陷入一阵忙乱。那这段时间其实应该要做好的，应是这个名单的建立跟查对，来确认说这些人是不是应该来优先施打，以及呢这些诊所是不是有照这样子来进行。结果我们看到的呢，并不是市政府呢在这边来换下角度来严格把关，反而是呢下了一个命令叫做限期打完。然后这个错误的 KPI 导致呢，卫生署呢从一个本来应该要严格把关的角色，变成是到处要推销，要送出疫苗的这个推销员，那甚至在拜托这些诊所赶快打完。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就会导致说，许多的这个关切啊，或者是这个我们说关说，就会有个空间。譬如我们看到这个台北市内湖区的立法委员高嘉瑜，就速度关切了这个小核心诊所应该获得的疫苗剂量。那结果呢，我们也看到确实陆陆续续的这个得到的剂量就越来越多。那这就是因为它设定一个限期打完的 KPI， 那导致卫生署它不能想说我要好好把关，因为如果打不完的话，责任在他身上，所以只好呢不断的这样子，这个诊所跟我说要追加，我就赶快给他追加。
那我也没有时间去细看说这个名单是否符合施打的清单，才出现我们看到各式各样所谓特权疫苗的状况。那这是第2个大错误。那第3个大错误呢，就是说他除了这个错误可以意外之外呢，又把疫苗当成了一个万灵丹。我们看到这阵子那个北农出现了一个大的疫情，就是4000人都需要被匡列的状况。那台北市长呢，他不是在宣布说我们应该来扩大这个疫调，反而是呢说，不然我们就一个很暴力的方式，一个新战略，就是赶快让这4000人都打疫苗。老实说，打疫苗是不是达成群体免疫的正确做法，这点没有错。但是在这个时间点喊这件事情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疫苗从施打到发挥效力，其实需要14天、20天的时间。而这段期间内呢，台北市并不打算让台北农产公司呢这个停止的这个运作，所以呢就会导致一个状况是，如果你们在这边做疫调的话，其实在这几天内，在2-3周内是没有办法去掌握说这些人持续去接触更多的人，让疫情继续的扩散。而且这也跟台北市前阵子不断在宣传的精准疫调跟社区清零这个计划是完全违背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你要去大量的掌握说疫情的趋势。也感谢看到现在我们的中央指挥中心呢，也接纳了这个我们要广大的这个筛检增加快筛的这个规定。那其实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希望能够尽速的掌握这个群体这疫情的发展状况，才有办法真正做到我们的路径的掌握以及清零的目标。所以我们未来当然要打疫苗，但是不可以用大量的接种疫苗来取代疫调，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所以除了 KPI 错误之外，这边也有犯了一个把疫苗当成是一个万灵丹，甚至去取代疫调的一个错误。那台北市发生的第4个错误呢，就是在面对上面这些政策的问题，并没有停下来好好的检讨，反而是想靠政治语言来反攻。这个是让我们觉得最困惑的部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其实在防疫的过程中，无论从中央到地方，当然会遇到很多的问题。那站在民众立场，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这些手握执政权的政治人物们能够遇到错误的时候，赶快来做纠正，来做反省，赶快把这个事情给做好，让防疫能够更加的强固，让我们生活赶快回到正轨，而不是忙着去用政治的语言来彼此的指责。那这次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么多问题发生之后，我们其实很期待看到的是，各个县从中央到地方可以赶快来检讨疫苗施打的计划，因为我们知道前阵子出现了大量的特权疫苗或者是施打排队的乱象等等，都还只是过去这批疫苗，包含这个日本所赠送给我们124万剂的 AZ 疫苗。后续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的是250万剂的莫德纳，美国获赠的莫德纳，以及呢2万剂的来自于立陶宛的 AZ 疫苗，以及今天又看到的这个日本又在加追赠100万剂的 AZ 疫苗。那这些疫苗到台湾完成封签之后，都得交给地方来施打，所以包含台北市在内所有地方，我们都希望它的接种的这个计划能够变得更加的妥善，不要再出现各式各样的乱象以及特权的情形。所以应该做的是这个检讨，我们却没有看到台北市长针对过去的问题有任何的表示，而是呢反过来竟然在跟这个中央呛下说，如果再搞我的话，就要晚打2天，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困惑。因为无论这个错出现在何方，应该做的是检讨，而不是拿台北市民的健康来开刀。晚2天施打就是晚2天的保护，或许对市长而言呢，这只是一个筹码，可对民众而言，这是切身的这个健康的保障。最后还是要提醒，就是市政府或者所有的掌握执政权的政治人物们，人民真的希望看到的是整个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好好的携手合作，把疫情做好，而不是呢忙着用这样子的互相政治语言来刷存在感，来刷分。我们要的是大家拿出实际的作为，让我们回到正常生活，让我们不要再关在家里，让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更开心、尤其是许多的产业已经面临了这个疫情的这个困境。我们真的希望这些政治人物，与其用更多的政治语言互相攻击，不如把自己眼前该做的，譬如疫苗政策给做好。